都係咧中意研究一啲超自然嘅科目啊。咁所以咧喺佢一個好偶然嘅情況底下，因為佢學識咗出體。係啦，咁出咗體之後咧，佢又揾翻佢已經過咗世嘅細佬，咁從而咧又寫咗兩本書，咁一本書咧就係叫做《死後之世界》，咁但係我哋要記住喎，呢一本書係110年前嘅書啊。另外一本咧就係今次我哋講呢本書就叫做《幽界行腳》，咁咧我哋呢一位翻譯者咧嗱叫做淺野和三郎，帝京大學讀書嘅時候咧，就跟一位老師對佢日後嘅發展咧係非常之咁影響得深遠嘅，同埋咧佢係好中意一啲咧超自然、神秘、鬼故事出名嘅小泉八郎先生當日記咁樣寫嘅，咁佢就話咧今次嗰個出體咧同平時唔一樣，佢一出體嘅時候咧就即刻去到一個全黑嘅地方，嗰個黑嘅地方咧係會好似不斷有墨水流落去啊，就好多行雷啦、尖叫啦、互相生死決鬥嘅一啲聲音咁。咁精彩嘅內容，記得收睇《清酒神秘學》啦！